加都加嘅咋，如果有需要都係會照樣攞嚟食，佢要加都冇計。因為好似我哋啱啱做完手術嘅，要日日洗嘅，佢哋嗰啲冇收入嗰班啊，特別係最慘係低下層嗰班咯。我覺得係，因為已經係冇錢啦，睇政府而家一下子仲要咁貴，即係好似真係逼到佢哋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，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對賀詞感到鼓舞，激勵香港各界繼續努力奮進。李家超喺社區過去一年，香港社會充滿考驗，又展現韌性，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，國際競爭力排名躍升。啱啱過去嘅聖誕節假期，每日訪港嘅旅客人數刷新疫情以嚟嘅紀錄，呢啲都反映咗政府施政方向正確。佢話：2026年係國家15/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特區政府會團結帶領社會各界主動對接國家15/5規劃，發揮香港獨特優勢同重要作用，進一步深化改革，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。報告發表港澳評署名文章，話香港澳門特區不負期許，團結奮進。文章提到大風火災對香港造成嚴重嘅創傷，中央有關部門全國各地緊急支援，全力提供協助。目前受災居民全部得到妥善安置，各項事項應對處置重大火災事故。文章又提到香港同澳門嘅立法會選舉圓滿成功，其中香港堅決有力排除反中亂港勢力，以及佢哋背後外部敵對勢力對選舉嘅干擾破壞，挫敗以災亂港圖謀。唔相信新嘅一年喺中央政府同祖國內地嘅全力支持下，香港、澳門特區政府必將團結帶領社。下定一年3日新年假期，鐵路同航空出行人潮大增，唔少北方省市嘅旅客南下避寒，鐵路部門亦都推出特色列車去迎接新年。呢架由浙江橫店開往城西西安嘅 G2026班次列車喺元旦日開出，由於車次同今年年份相同，吸引唔少旅客打卡留念。車入面更加佈置咗新年裝飾，又為旅客準備願望卡。看一下你們寫的考上心儀的城市，然後感受到這麼熱烈的新年氛圍。黑龍江亦都推出冰雪遊列車，旅客喺車上跨年，載歌載舞。鐵路部門預計今個假期會發送7780萬人次旅客，元旦日係出行高峰，預計有1825萬人次旅客。熱門地區包括長三角、珠三角同成渝地區。官方平台顯示，元旦假期內地